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民阿土啊。观众朋友，南韩总统大选今仔日投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敢会当继续执政，还是在野的国民力量得到总统大位？结果明仔载天曝光的时阵，就会知影。南韩甲台湾拢有反抗军事独裁的历史，嘛拢伫顶世纪890年代开始发展做经济表现强势的国家。咱看到这道大选、疫情、房价、性别平等这些问题，拢成做选战的焦点。当这时对武汉肺炎来的反中情绪，嘛引起哇中国还是哇美国较在理的辩论。南韩今年总统大选的美角，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伫韩文化协会朱立熙执行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台湾智库董书捷副执行长。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南韩总统大选最新的报道，咱即摆先斗阵来看。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这道的韩国总统大选，会使讲是现实版的游戏吼。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是李在明，伊互人讲是南韩版的 Trump， 本身有济歹探听啦。伊搁捌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外交的失败。咱看到上大在野党的候选人是尹锡悦，伊是前检察总长。伊互人讲吼是真迷信吼，恐惊会互倒头来干政哦。伊主张要废除女性家庭部来争取男性的选票。另外，国民之党的候选人是安德秀吼，伊因为支持率较低，宣布退选。即马要甲国民力量党来整合，这个整合可能会互这个大选来平盘哦。唯一一个女性的参选人是正义党的参选人，伊认为应该爱强化女性家庭部吼。不过伊的支持率是有较低吼，因为这个候选人之间哦互相来攻击吼，互即摆的总统大选，互人感觉是两粒奥碰果内底要经一粒吼。咱大先请朱老师来分析这道的选情。这边的选举哈，有人讲是上个丑陋的选举，哦，有人讲是上个低级的选举哈，基本上就是两粒烂另外哈，你要经倒一粒啊哈，两个人甲迄个选情哈，迄个民意调查哈，拢超40比40，迄个相差伫迄个误差范围内底啦，我要讲就讲，这个今仔日的投票哈，因为本来是6点，早起6点，甲下晡6点嘛，因为为着迄个疫情的关系哈，6点到7点半，互遐个染疫还是隔离的人哈，会当投票。所以投票到7点半，7点半是差不多7点40分，电视才会公布迄个出口民调哈，到底是安怎？最后结果差不多过半暝以后哈，差不多台湾时间明仔载早起的差不多1、2点嘛，这所有的票，这会当拢开出来哈，所以真正竞争真激烈哈，所以即摆是坦白讲无法度预先讲啥人会赢哈，因为根据迄个两边的迄个候选人的竞选总部哈，因家己安尼分析哈，这个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因的迄个竞选总部长哈，伊讲法是讲这个李在明哈1.5%哈。赢1.5%，所以差距足少的。迄个尹锡悦迄边伊是讲会赢10%，迄边较声音较大哈。他们讲无到开票拢开煞吼，大家拢唔敢讲。一个原因，除了讲这个疫情的影响以外，韩国有几百个迄个离岛哈，迄离岛投票，迄拢爱集中起来哈，坐船也好，还是啥物飞机也好，送转来本土哈，集中开票，迄嘛会影响到这个开票的时间，问题是讲，即摆已经差不多36.9%哈，已经事前投票哈，已经投啊啦，所以这个到海外无在籍的投票哈，迄搁较早2月23个28已经投了，所以到时这个票会当先开无哈？
也嘛唔知影吼，所以情势真正真复杂吼，真正无法度讲啥人确定会当选。哦，是朱老师，咱再来看到韩国的民众诶，都抗议的时阵拢足歹吼，啊，因咧选举的时阵，候选人互相之间的攻击，敢嘛一直拢足歹。坦白讲吼，因为有5摆迄个电视辩论嘛吼，啊3摆是公办的，选举委员会办的吼，啊另外2摆是敢若是媒体办的吼。因为我伫台湾，我无度看到迄个直接的放送吼，所以我敢若看到新闻安尼，啊新闻拢加迄个互相咧较精彩的，对骂迄款话吼，在讲嘛，啊，反正安尼看起来吼，对骂他们讲是无啥物意义啦吼，因为各国每一国的选举拢共款嘛，啊问题是讲政策，你咧电视辩论的是咱伫台湾看袂到嘛吼，啊到尾安尼对迄个网络对报纸吼，网络安尼看起来吼，坦白讲，两边的政见吼，所主张的吼，拢相差无偌济啦，吼，表示就是讲像迄个。两边拢讲即个绑架啦，吼，对，绑架问题，啊，迄个理性，吼，性平等的问题，啊，甲迄个外交关系啊，基本上他们讲差无偌济啦，哦，所以政见的主张看袂出来，啊，而且哦，这2个人哦，到尾我有法度找出即个因的主张，因的政策的迄个方法啦，就是对因的迄个顾问吼，首席的顾问吼，的意见吼，啊，即个李在明伊用的顾问是迄个捌做过罗西亚大赛，啊，嘛捌伫美国的大使馆、韩国大使馆做过公赛，吼，迄个人，啊，即个尹锡悦伊的顾问就是高丽大学的一个教授，国际关系教授，啊，所以他们讲，拢是捌外交的人，嘿，啊。因2个基本上就是讲，他们讲草包啦，对国际问题拢无了解啦。啊，你尹锡悦才讲出什么？迄个乌克兰的总统外交失败，政治的新手哈，啊，这就任6个月尔，啊，已经是搬戏的嘛哈，戏剧的演员嘛哈，啊，讲了话，伊要用这个来刺激这个伊的对手，讲你毋捌参政过哈，啊，你也要出来选。要用乌克兰的总统的例来，啊，话也未讲了，啊，就叫人甲撤掉嘛哈，啊，到尾好，迄网络的网友啊，大家去你攻击嘛，啊，佮传出到外国，啊，讲伊发现唔对啊，马上道歉嘛，是，啊，真正这2个人基本上拢无啥物国际观啦，啊嘛无法度期待讲伊会当安那做出啥物款的对外政策，是，靠因的顾问来甲因解决啦，是。两粒拗碰过经济的吼，即摆选情无明朗，两边拢讲家己会赢。咱即摆来看，即道的选举吼，焦点有几项，头一个是韩国、美国、中国、日本的国际关系；第2个是北韩的问题；过来是疫情；第4项是绑架的问题；第5项是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最后是性别的问题哦。咱看到即摆。不在籍的投票拢总是占3成6吼，拢总的投票率会破8成吼，这会使讲是真悬。咱来请教副执行长吼，因关心的问题，甲台湾选举的时阵关心的问题，敢若足相像的。我唔对，两边哦，台湾甲韩国，即马上重要问题拢是经济，是，而且这是伫咧疫情之下的经济问题。而且这个经济问题甲迄个安全的问题嘛结合伫做伙，所以讲吼，事实上，阮咧看韩国的历史的时阵哦，民主化以后，本来是始终有这个政权轮替的情形出现哦，所以讲2摆是保守派的总统，2摆就是进步派的总统，迄个轮替落来。以后结果伫顶摆时阵，朴槿惠总统互人弹劾，结果伊较早落台。本来大家想讲即马文在寅总统做甲袂歹吼，特别是伫咧这个南北关系上面，南北韩关系上因处理嘛袂歹，所以讲金正恩甲川普
见面，可以讲而且韩国甲北韩都有签共同的宣言，所以讲大家本来伊的支持率是足悬的，上悬时阵嘛差不多65%左右哦，但是讲哦，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结果经济发生了问题，对，而且疫情哦。有处理嘛无熟悉，所以讲大家拢知影进行有一个新天地教会的问题。哦对。结果迄个问题出来了后，大家就咧想讲啊，你为什么甲中国遐尼好，亲中关系？所以讲无法度较早把疫情给阻止住吼。所以讲大家就即想讲啊，你是毋是执政较无法度？但是讲你就看经济问题甲这个疫情问题，文在寅总统伫努力的来处理哦，但是讲，阮就看到吼，伊即马就有一个情形就特别吼，要安怎讲？伊即马吼，本来韩国的总统5当一任，没办法连任吼，但是讲伊即马伫咧任期上后壁啊，即马阁有40%左右的支持率，哦，这是足无简单的。过去南韩总统哦，虽然不是9%，但是讲嘛差不多10%左右啦。但是讲哦，伊即马有40%左右，但是讲民众哦想讲啊，你这总统哦处理问题袂歹啦，但是讲你这执政党袂使，所以讲阮就看到一个足特别，有60%左右的人啊，想讲要政权交替，哦，爱换人来做看卖，是，而且这换人来做看卖哦，理由足济啦，哦，这样哦。议题里面呢，有足侪无列出来哦，包括吼，伊即马进步派阵营甲保守派差别伫咧倒位？进步派这边哦，就讲是分配较重要，哦，但是保守派这边是成长较重要。哦，这两个是左右的这个这有差别。是，但是讲哦，执政党这边上大问题就是说，伊讲家己是公平正义。第一个保护平权安尼，但是讲伊即马内底的人嘛足济吼，就拄到一个性侵的事件，哦，贪污的事件，是，佮有本来哦李在明以外，佮有2、3个嘛是足济人支持的迄个候选人的这个候选人啦，但是讲像他进行的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啊，佮有中青南道知事安熙正。拢是因为那个性骚扰的问题，啊，一个是入狱，一个是自杀，是，哦，所以讲，这个执政党受到足济批判，哦，而且哦，房价这个问题啊，上重要，对，但是房价这个问题啊，足奇怪，安怎处理拢处理无好，而且处理的过程当中哦，因为疫情爆发哦，啊，要救援，要援助，要支援金哦。钱对都位来哦，税金，这个税金哦，所以讲伊就有足侪拜托提起征税，特别是房屋税这块，是，所以讲后来结果就是讲哦，伊本来想要满足迄个无厝通住的人的问题，结果问题无解决，但是有厝的人嘛反对伊，是，所以讲即马吼这个共同民主党哦候选人就判选了哦，所以讲李在明哦。安怎都努力哦，拢无法度，因为哦，这半世看起来哦，是要政权交替的这种风向较悬的款。是，啊，若是徛这个智库的立场来看吼，咱台湾看南韩的选举，主要是咧观察啥物美角，对咱有啥物影响？这上重要一个问题哦，台湾甲韩国，阮即马拢有少子化，佮有青年就业，佮有足济阮讲即马是讲。这是国安问题哦，最重要的国安问题哦。这问题要安怎解决哦？佮有迄个高房价的问题是哦，所以讲阮即摆有咧看哦，韩国伫咧内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阵哦，伊要安怎处理？哦，而且较重要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政党哦，伊的核心理念是啥？是，而且你的核心理念是不是会用支持下去？哦，是不是可以不要自己做不到哦？所以讲选举的政见哦，这嘛是阮伫咧看的所在。所以讲我伫咧比较因两个人的政见的时阵哦，
就发现讲哦，啊，实际上韩国嘛是较较进步的所在有一款哦，我感觉讲足好诶。阮讲伫咧投票的时阵哦，有3个考虑的所在，一个是政党，一个是候选人，一个是政见。哦，伫咧台湾哦，啥物上重要？我看毋是政党就是人嘛，哦，政见无啥物重要。但是韩国哦，虽然政见投票嘛是无重要，但是政见必须要有。所以讲，因的选举委员会并拢会公开公布因的这个10大政见。所以讲，阮伫对迄个选举委员会网站上面，拢会找到因的政见，啊，你比较看卖就大概会知影讲伊有啥物想法。袂当干那讲韩国趁大钱安尼。嘿是，当然毋是，但是讲哦，大家拢是讲一定爱趁大钱，一定爱想办法想啥物方法来增加就业吼。是。但是事实上哦，是甲迄个朱律师老师讲的共款啊，足困难的。所以讲，因即摆拢是先画出来，哦，但是画出来过程当中哦，大家嘛是想讲啊，因哦，即阵人哦，是毋是后壁无较好的幕僚，所以讲有一些政策哦，敢有实行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问题。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即道选举，先看伊的总统选举的制度吼，即摆是第20届的总统大选，正式投票是3月初9，也就是今仔日咯。总统的任期一届是5冬，啊，韩国总统无得连任的啦吼。啊，因有一寡特殊的投票的制度，有海外投票是对2月23号到2月28号，另外有事前的投票是为3月初4到3月初5。这个制度是2014年开始的。即当吼，这个事前投票吼，拢总占3.65%。拢总是1632万人，这是历史的记录。总是事前投票吼，有几个争议。头一项都是有选务人员代收选票吼，这是违反直接选举的原则。第二个就是发现到批笼内底有迄落已经转印仔的选票。第三个是选举的现场吼，无各政党派的监察人咯。第四个有发现到迄个用仓库来临时投票，做临时投票所在遮的状况。第5项是上严重哦，就是确诊者甲非确诊者投票的这个动线吼安排了无好势，这可能会致使病毒来烧坏哦。咱请教朱老师，韩国遮的选举的制度吼，因为有这个特殊选举制度，甲台湾小可无共款哦，对因的选情再来有啥物款的影响？本来伫台湾，因为断交1992年断交了哈，台湾的韩国侨民啊，无资格到台湾投票，因为飞去香港，啊摕过迄个投票的成本嘛，啊真侪人无爱投嘛。到尾呢是顶一届开始，台北的韩国代表部吼，就设迄个投票所吼，互台北、台中、高雄、中南部全台湾的迄个选民啊。会当去代表部去投吼，即个海外投票吼，所以即马海外投票即个制度吼，咱台湾一直就是咱咧讲的所谓无在籍的投票吼，因为咱台湾的问题是卡伫倒位，因为伊一直未通过的原因就是讲，咱只超200万人住伫中国，对，吼200万人，即马到时若迄若互伊无在籍的投票，同中国实施的时候，你工厂拢每一个工厂拢有一个。共产党的党委哈，你监视嘛？是。啊，你讲这个工厂你投出来拢支持民进党，啊，你的厂长你就知死哦。好，所以咱台湾因为这个情形较特殊啊，咱无法度办这个无在籍的投票嘛。是。好，啊，事前投票因这个我是感觉咱会当学啦哈。就是讲你照身份证，还是讲迄个选举通知单哈，照伫身躯，啊，你人伫外口哈，外地，啊你。投票所你入去哈，你随时拢会使投。啊，我伊敢若限定2天尔啦。对。3月初3迄个民调袂使公布，以后3月初4、3月初52天。啊，你们看迄个足厉害，迄个已经37%啦哈。是。差不多拢投完嘛哈。对。啊，这个票到底支持啥人？这是真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哦。迄举一个例哈，迄个安铁秀哈。是。因为甲迄个因色业。哈，合并嘛哈，对，
啊，伊退出选举嘛，吼，啊，这个安特殊吼，伊是一个电脑的天才啊，哦，伊发明迄个防毒的软体吼，是，啊，免费互大家去下载哈，是，伊是一个电脑的天才，因为伊投入政治11年来吼，伊拢退出4摆，哦，啊，迄个泽秀吼。退休这两字啊，伫韩文的法律嘛，撤手哈，嘛是撤手的意思啦。哎呦，吼啊，所以韩国报纸第一个迄个音色嘅会甲考试对吧？考试讲你已经个退休哈，退休4摆啊，2摆汉城的市长，2摆是总统的选举哈。哦，啊，你都一直咧退，所以伊咧退了，啊，一寡海外无在籍嘅投票的人就讲，啊，我这票。本来两个两领个我拢无爱投，我要投第三者嘛。是。到伊合并了，就变做讲，我投变做废票。哦。无路用，所以这个37%的这个无在籍的投票啊，迄票走去倒位哈，迄真正真趣味。迄可能就是讲，因合并了，迄个安特秀，伊合并了变做讲伊背叛伊的选民嘛。对，背叛伊的政党的党员嘛，对不？啊，所以那就讲独蓝票都投咧，这个李在明啊。哦。所以这个37%的这个事前投票，加海外投票，就安尼加起来。所以即马我是感觉讲，即马关键的2个地区哈，这里全罗道、北道跟南道哈，是这个已经75%投了。哦，特别是广州哈，是，迄全罗南道哈，迄个所在合起来，全罗道已经75%。是。毋过伫汉城首都哈，首都无遐悬，而且首都是迄个对音色的哈较有利哈，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嘛，一个迄个既得利益者。哦，拢伫汉城，所以汉城的迄个2个人的差距哈，差不多差过10几%哦。是。吼，所以汉城的知识分子甲既得的利益者，吼，因可能知影讲这个伊希望是迄个政权交替哈。是。所以真趣味的，这个李在明，伊知影讲伊伫汉城较食亏嘛哈，所以汉城17摆，迄个造势大会哈，17遍，啊，音色个伊个13摆尔。哦，所以。他们讲这边的关键哈，当然，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哈，这个会影响选举的结果是哈，因为顶一遍的选举文在寅当选哈，都是全罗南道，特别是广州哈，迄超过90%几的支持率啊，支持率啊，所以这个首都的结果哈，嘛是真正爱好好观察哈。哦，啊，种就是唔知影，无首都的开票基本上是较简单。因为伊较集中嘛，对，无像伫外县市、外岛安尼吼，爱个较麻烦嘛。是啊，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我是感觉讲，若会当互李在明当选的话吼，可能对自由进步派吼较有利啦。哦，啥呐？你会当延续这个文在寅政策吼。啊，坦白讲，对南韩来讲吼。文在寅伊前2年哈，他们讲做了袂歹，是，伊甲北韩和解嘛，对，吼，啊，毋过迄是2018年哈2月，迄个平昌迄个冬季的奥运，伊北韩来参加嘛，对，啊，到4月份就开迄个南北韩的高峰会啊，啊，甲尾阁有一个川金会哈，啊，所以啊，毋过到2020年的时哈，迄个因妹妹哈。突然甲迄个伫开城的迄个南北韩的联络的办公室哈，甲爆炸。哦，对。啊，所以南北韩的关系佮回到原点。哦，啊，所以因2年的和解，哈，啊，回到原点。我即摆讲想法咧，我的想法是讲，想哪互自由进步派继续佮执政较有利的原因，就是讲，你上无自由进步派是北韩较会当相信的。政党是啊，若互保守派的这个当选的是吼，迄个代志就较大条哦。因为吼，
北韩拢总600个迄个核子的炸弹的试验嘛，哈，600，啊500是伫迄个李明博，啊甲即个朴槿惠保守党的执政的时期，吼500哦，是，所以你若讲保守派当选的是，北韩一定甲你乱，哦，啊一乱的是东北亚的情势都乱啊嘛，是，所以即个两边即马拢知影讲，文在寅过去5年来，失败的所在是啥块，吼，啊当然对外关系嘛是其中一个嘛，吼，啊伊即马伤过亲中反日，吼，有史以来上届亲中的韩国总统，有史以来上届反日的韩国总统，哦，啊你反日了后，你的经济都受到影响嘛。对。南韩跟日本的经济交流、经济关系偌密切啊，啊伊我拢切断嘛，所以你受害是你家己嘛。对。啊，所以即摆因的顾问哈，迄个因的主张拢是讲，日本、美国、中国、朝鲜、北韩啊，安尼顺序是安尼。是。哦，先跟日本改善关系，啊，美国，哦，咱的安全的保障，吼，啊，这个第三才是中国，啊，第四才是北韩。哦，两边拢安尼，啊，程度的差别尔啦，哦，啊，坦白讲，亲中因无法度，因真正需要中国的市场嘛，哦，啊，敢若就是讲你要亲，甲伊偌亲，吼，要亲啊偌济，啊，啥物程度，哦，啊，迄个文在寅伊过去5年实在是伤过亲中，吼，这个啊伤过反日，吼，这拢是负面的效果嘛，所以对南韩来讲。真正不利嘛？是老师最后请教一个，这个事前投票吼，这应该是袂当公布这个出口民调的吼。袂使，迄因为3月7日、3月7日2天尔嘛。是。啊，出口民调就是今仔日的6点半，台湾时间6点半，韩国7点半以后哈，电视台会公布。所以这个投票率较悬嘛，无一定会知影讲啥物人较优势。较有利，看不出来。好。要么我是感觉讲有可能就是讲。迄个安铁秀哈，伊合并了哈，啊一个人感觉去会背叛嘛哈，背叛啊，再投于李在明，有可能安尼啦。是，咱请教副执行长吼，看到台湾看到南韩选举的制度，咱台湾即马嘛咧讨论讲这个无在籍的投票吼，啊这一直无通过吼，咱台湾所考虑的代志，可能比南韩搁较济，请你来解释一下。是，我来补充一下吼，即马。为什么2014年的时阵爱投入这个事前投票？这个机制投入的原因是啥？就是讲希望啊，少年人会用出来投票。但是为什么迄当阵少年人无想要出来投票？因为因投票日大家想看卖，今日拜几？今日是拜3对无？对。拜3，你伫咧大家伫咧做工作的时阵，你要安怎来出来投票？大家都无想要出来投票嘛，所以讲为什么要有事前投票？就是讲少年人哦，恁免返乡来投票，你伫咧倒位，你就去倒位的投票所去投票就好啊。所以讲2014年的时阵，提出了这样事前投票的这个机制吼，还有一个吼，有一个即摆投票大家上烦恼的代志啊，就是确诊者的问题。对。哦，大家知影今仔日吼，韩国。这个时阵有偌济人，今仔日偌济人确诊无？敢是30多万人？34万2千人，惊死人吼！对，这个情形要安怎处理哦？所以讲，事实上，伫咧档案时阵，就伫咧大家就咧讲哦，即马确诊者的投票这个问题啊，无处理好，所以讲哦，爱换掉迄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长。但是讲这嘛有一个问题哦，正正哦，若是讲这个内政的问题，还是讲这个选举的问题，不管是倒一个当伫咧职权的时阵呢，拢会交互较行政中立的人，就是讲较无党派色彩的人。对。但是即摆哦，听讲文在寅总统哦，伊即马派的这个委员长是啥人？就是较好的人。所以讲大家讲啊，即摆选举哦，是毋是有问题？这是保守派的人安尼讲啦，吼。是。而且讲伫咧即个制度投入了后，嘛是即马大家就伫看吼，韩国民调伊个民调已经无啥物准啊。
上大一摆个差误是啥物时阵是2016年的时阵，迄当阵迄个首尔市有咧某一区的补选，国会议员的选举，迄当阵呢候选人一个是即摆的首尔市市长。另外迄个民调的时阵哦，伊赢别人赢偌济，伊赢要20%，结果了伊输10外%。所以讲，迄当阵大家讲啊，民调不可信。结果阮伫咧看民调的时阵呢，即摆嘛是讲，拢是这个尹锡悦较优势一点吼。但是讲嘛有人讲用 big data 来看，讲啊李在明迄个 Google 检索较济。所以讲即摆阮伫咧看民调看袂出来，但是讲哦，要安怎才会互迄个选民哦有一个安全安心。而且佫有会投票的机会哦，这是南韩伫咧做这个事前投票的时阵，因伫咧考虑的问题。是。但是讲哦，即摆哦，真正是较混乱一点哦。而且讲本来讲哦，主席上本来伫咧修法的时阵想讲哦，本来投票是到下晡6点，但是讲因为有特殊事态，所以讲本来要延长到9点。但是讲也是到9点因为。开票要开到当时，所以讲就折中，变成了7点半。是，即马跟南韩总统任期嘛共款。大家就想讲啊，你过去的威权时代的时阵哦，长期执政，所以讲无用做遐久。但是讲那就做一任，但是基金4当伤短，所以上后边就5当。所以讲南韩政治就是安尼不断的冲突妥协。然后有一个结果出来，但是讲哦，即马上重要的代志是哦，即个选举了伫今年6月时阵，佫有地方选举。实际上文在寅总统即马是完全执政，超级完全执政。因是总统，而且国会内底有6成是民主党的人。地方17个这个县市里面，本来有14个是这个执政党。即马剩10个哦，所以讲即马后边吼，这个南韩的政局嘛有变化的可能，而且变化过程当中哦，南北韩的关系要安怎处理，这嘛是阮伫周边国家伫咧注意的代志。是，请教朱老师吼，讲到这个无在籍的投票，因为咱知影北韩无可能去影响南韩的投票，对咱台湾来讲，中国有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投票吼。咱这个不在籍投票，敢有可能照韩国安尼做？我感觉真正袂使做啦。是完全袂使做。你200万人伫中国咧工作，投资台商，200万人，我拄仔讲就是讲，你若不在籍的投票，咱台湾一个超10%的这个来应者是甲中国合作得个你中国大外宣迄个得个你操弄你的选举是所以这款情形下，你免怎做这个不在籍的投票所以这是坦白讲真白的真白就是讲绝对袂使做。是，除非讲你伫中国的200万人，你拢甘愿要坐飞机转来还是包机安尼转来投票？是。无你若讲你伫现场中国工厂内底，伫迄个共产党的党委监视之下，你来投票，你投出来拢全亲民进党，你这一定真麻烦嘛。是。所以我感觉吼，这边有一个情形，咱还未讲到，就是讲这个男女平权的问题对。这边其实做了有够含我感觉两边拢甲这个女性主义当作是这个攻击的对象。对。一边反女性主义，一边较支持变做讲在分裂这个18岁跟29岁这个世代20岁这个世代的选民安尼你就造成新的这个冲突对嘛，甲这个男女的关系就完全拍歹去是。所以我是讲这咱爱这边伊佫是因为这个18到29这个世代的少年呢，真侪是
第一摆投票的人，是，吼啊，这人一定是有影响嘛，吼，所以我是讲，安尼你甲一个社会甲分裂哈，是真无道德啊。哦，我们这是这边上好笑啊，就讲我，你韩国已经是重男轻女，吼，重男轻女的这个社会，啊，女性的地位无嘛，是，吼，我会使安尼讲啊，韩国的女性的地位是全亚洲上低啦，比日本更较低。对，啊，咱台湾的女性的地位全亚洲上悬的啦。是是是，吼，所以咱会当甲同性会当结婚，吼，户籍会使注记，吼，啊，这拢南韩做袂到，所以他们讲，我感觉讲男女的平权，吼，南韩差不多落伍台湾才50年啊，哦， 50年，是，嘿，啊，所以这边会甲这提出来做迄个两边的竞争的这个主要的所在吼，我想讲真好笑，这别个国家未发生这款代志嘛，是是，吼，干那迄个重男轻女。这款社会才会这会安尼嘛？是。好，观众朋友，咱看到国情无共吼，伫这个性别面顶吼，甲这个咱的歹厝边这个问题面顶吼，咱甲韩国拢有真侪争差哦。咱即马来看，即道南韩总统大选，因可能会并盘哦。咱大先来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吼，伊捌是城南的市长，嘛是出名的人权律师哦，总是。伊咬讲话，佮敢讲话吼，甲执政党保守的形象小可有无共，总是有人欢迎嘛，有人足切哦。伊即马民调是31%，伊的政见来讲吼，要起300万户的这个厝体，安尼讲要互房价降5成吼，主张一礼拜爱休2工半。人均所得超过5万美金哦，啊，伊讲要培养100万的数位人才哦。伫外交方面，伊强调要甲美国、中国来维持合作，而且要延续文在寅政府的北韩政策，恢复开城工业区，促进北韩的非核化吼。啊，北韩若无要做，讲要甲伊制裁哦。啊，咱看在野党尹锡悦。是国民力量党，伊捌是这个检察总长吼，伊调查前总统李明博甲朴槿惠借钱的案件吼，来升检察总长，因为安铁秀支持度较低吼，退选，甲伊来整合哦。即马6成的民众认为讲，即道的大选可能会并盘，伊的民调即马是40%，讲要起250万户的。这个厝体要汇不动产的税金，要汇恢复政策，嘛要汇女性家庭部吼，共款讲要培养100万的数位人才。伫外交方面，讲要恢复韩国甲美国同盟的关系，而且要恢复韩国甲日本的关系，嘛共款哦，优先要促进北韩的非核化哦，要甲伊经济合作。总是伊讲要对家部署这个杀敌防空飞弹的系统，伊对中国有较强的，总是应有缘要甲伊这个经济合作。咱大先来请教朱老师吼，果然如你所讲，因的政策足相像呢。对，因为基本上这个房价的问题哈，对于少年囡仔，这个台湾共款嘛，哦，你拼命拼15、6年。甲买袂起一栋厝嘛，哈，对，韩国共款啊，韩国的物价、房价，佮比台湾搁较悬。我甲你讲，真正我感觉文在寅总统伊这个5年来哈，房价起差不多87%，后人讲100%哈，是起1倍。啊，我感觉讲，伊会当做到安尼已经无简单啊啦。是安怎呢？你比较伊进前迄个罗姆宪迄个总统，是伊5年中间。甲汉城的江南地区吼，迄个房价吼起偌济呢？263%哦，2.63倍是啊，文在寅已经比87%哈，啊是讲8%啊，起1倍尔。我是感觉讲已经控制了也会使，啊，不过问题是讲伊愈拍房价吼，啊，反而愈起价，愈起价。真正房地产的后壁是啥人？财阀嘛，是大企业吼，财团吼，财团在控制这个，啊，表示讲文在寅伊执政中间，安那共款，甲财阀无咧听财阀的话吼，啊，财阀就用安尼甲你抵制嘛。哦，
所以邦家后壁的黑手都是大企业集团哈财团在控制。是。所以这背后，大家刚才咧看表面讲哦，起偌济，起偌济。是我讲伊已经比迄个罗武乡迄个时代起2.63倍吼，已经加真好啊。所以我想我讲韩国人，我有当感觉讲韩国少年囡仔吼，因咧投票的迄个形态吼，有了咱台语咧讲天天啦。哦，像那天天，你看2012年我伫迄个朴槿惠当选迄年啊，我伫韩国伫观察迄个选举的情形嘛。啊，遐是少年囡仔拢投票吼，拢无去投票嘛。是。啊，变做互迄个50岁以上的老人吼，互迄投票率都到80%几啊，82啊，83。啊，少年囡仔合起来才超60几尔吼。是。啊，少年人投票哈，无去投，啊，朴槿惠就当选嘛。是。所以毋是讲朴槿惠伊家己的迄个 charisma 吼，受到选民的。感动，吼，大家支持，是大家对因爸爸经济发展的怀念。哦，啊，才甲这个票投互因查某囝。是，因爸爸独裁嘛，军事独裁者。对啊，啊，所以我讲韩国少年囡仔天天吼，就是咱中文咧讲率性啦，吼。哦。啊，迄款性格吼，啊，我不喜欢我就不投。是。吼，这款情形，啊，这边当然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吼。是。韩国囡仔少年辈啊，袂投票啦，吼，会去投。是。不过伊嘛是讲啊，既然这个文在寅5年咯，做甲利落啦，吼，啊干脆投这个反对党，吼，和并盘。是。啊，这嘛是一款天天的表现。你看台湾囡仔，我感觉我咧甲政大甲师大学生，我咧讲，咱看旧年的迄个公投，吼，国民党拢输嘛。对。啊，表示讲少年囡仔因会思考嘛，你讨厌民进党也好啊，是讲讨厌蔡英文，吼，要免处罚家己。对，你家己的未来你家己决定啊。所以咧，我讲台湾的选民少年囡仔比韩国少年囡仔较会晓思考。是。啊，投票嘛较稳重，吼，无像韩国囡仔安尼天天安尼吼，安尼袂使。是。好。咱讲吼，文在寅总统是历史以来韩国上轻中的总统，总是即马韩国少年人吼讨厌中国的情绪在中权哦。这个报道，咱大声来看。南韩总统大选上受国际关注的，就是北韩问题安怎处理。进步派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表示，将延续现任总统文在寅的和平友甲对话路线，把因看起美朝对话角色也有个对北韩更较有完整。 조건부 제재 완화와 단계적 동시 행동 이런 해법을 들고 바이든 대통령 그리고 김정은 위원장 직접 만나서 문제를 풀어가겠습니다. 셋째, 남북 합의의 일방적 위반 파기에는 단호하게 대처하고 할 말은 하겠습니다. 不过保守派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批评，进步派政府长期迫北韩来维持和平，只是作秀。伊更加提出，当发现北韩有野苏攻击现象的时阵，南韩应该先出手。 선제 타격 밖에는 막을 수 있는 방법이 지금 없고요. 글로벌 외교를 통해서 대북 압박을 하고 북한의 이 핵 고도화 이 과정을 저희가 어떤 방식으로 간에 중단을 시켜야지. 不过有专家认为，判定野苏攻击的现象，那牵涉主观标准，也会造成问题更加复杂。 선제 타격을 하더라도 해당 표적은 무력화시킬 수 있을지 모르지만 북한이 가지고 있는 나머지 핵전력들은 생존할 것이기 때문에 그로 인한 핵보복을 당할 우려가 있습니다. 북한 핵위협을 대처하는 데 가장 최선의 방법은 응징 억제. 文在寅就年中后一个对北韩表示友好，两韩伫2018年初的冰中同步破冰。北韩领袖金正恩搁甲文在寅，甲迄时担任美国总统川普，几个摆展开历史性会面。 전쟁없는 한반도가 시작되었습니다. 한반도를 항구적 평화지대로 만들어감으로써 우리는 이제 우리의 삶을 정상으로 돌려놓을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 虽然2019年伫越南举行的川金会失败，北韩游玩维持准则，并无展开就这弹道飞弹试射，也是核试验。不过随着美中贸易战开始，加新冠疫情爆发，美国无时间顾着北韩，加上美国政权轮替了后，拜登政府对北韩冷淡，最近北韩的地中海飞弹试射次数哪来哪只？
两大阵营拢讲要稳固韩美同盟甲深化韩中战略合作，不过李在平强调，在美中霸权之间强化南韩自主地位，也无放弃甲中国友好来促进北韩转变。温锡华是对中国有所批评，有各种扩大韩美军力下入北韩威胁。 보수 세력이 집권을 하게 되면은 굉장히 남북 관계가 악화되게 보일 수는 있다. 그렇지만 그것은 압도적인 우위를 점하기 위한 것으로 선전이 될 것이고 포장이 될 것이다. 왜냐하면 북한은 핵을 갖고 있다라는 것을 전제로 하고 있기 때문에. 근데 진보 세력은 핵은 문제가 안 된다. 꾸준히 대화를 할 수 있고 접촉만 할 수 있다 그러면은 전쟁이 없는 상황이기 때문에 오히려 이것이 평화에 더 가깝다라고 생각을 하는데. 北韩核武议题陷入僵局2年多，3月9号即将选出的南韩新总统将决定是否延续对北韩友好，还是会转为强硬。记者综合报道。 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以早因为历史的关系，韩国人较册日本人哦，总是这几冬来，韩国40岁以下的少年人吼，讨厌中国较赢讨厌日本哦。这有几个因端，头一个是生活上的影响。咱知影中国有迄个重金属的这个雾霾吼，伫寒冷的时阵是不时对西北风吼入去南韩这个地输空气的污染。 过来是疫情的影响哦，互济这个生意人啊，甲餐厅无法度做生意，嘛有人倒店哦。甲第二项是伫边界的对立，咱知影美国伫南韩部署萨德雷达吼，中国因为安尼用济经济制裁的手路来对付韩国。另外有济中国的渔船吼，非法侵入南韩的领海吼，随往互海警。 济摆关押游玩唔惊哦。第三个是民间交流的问题，咱知影 Belgium 驻南韩大使伊的夫人是中国籍哦。伫5月时阵，伊甲南韩的这个店员扇喙皮；7月时阵，甲公园的清洁人员有肢体的冲突。 另外，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观光客吼，伫济州岛的机场吼，这个粪扫乌白蛋哦，这嘛是一个歹探听。第4个是这个文化烧钱的问题，中国伫北京冬奥的时阵哦，互这个朝鲜民族穿韩国的服装吼，这有一个文化侵用的问题哦。咱来请教副执行长吼，伫这款。 少年人开始讨厌中国的这个状况，安怎影响到大选？事实上哦，唔只这个韩国的少年人讨厌中国，阮伫咧看哦，即摆民主国家内底哦，讨厌中国，这是较普遍的情形啊，这是主流的情形啊。但是讲这个主流的情形内底呢，上重要别个国家上重要就是经济问题，伊就业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个安全不是国防安全尔，还有资讯安全、治安这个问题伫咧内底。韩国搁较无共款一点呢，就是讲这边无写到吼，不管是韩国人仇日是因为历史，但是讲即马韩国甲中国的关系嘛是因为历史的问题，嘛是足严重哦。要安怎讲呢？顶个月哦，有一个韩国的民间团体，伊的名就是高句丽研究所，就是讲研究迄个韩国韩半岛过去的历史的迄个谈册哦，因就出这本书，迄本书哦900页哦900页，内底是咧讲啥？伫咧讲东北工程的报告书，东北工程报告书，伊伫咧讲哦，伊头前就讲哦。 韩中建交30冬，但是历史侵略嘛是20冬。是。这20冬内底，中国用足侪方法伫咧改写伊个教科书、历史的书籍，所以讲哦，韩国甲这个中国少年人之间，唔仅是少年人之间哦，伊各有足侪人历史的问题啊，各有甲生活上问题。结果而且我们即摆嘛看到啊，大家都想讲啊，你甲中国遐尼好，但是讲中国嘛无斗相共啥物物件啊，经济嘛无解决啊，而且北韩的问题嘛无法度解决，你遐亲中哪有啥物内容？所以讲这是南韩哦，这少年人即摆哦对中国无啥物介意的原因。是。
咱请教朱老师吼，咱知影台湾有天然毒的少年人哦，伊是毋是因为什么历史的关系，针对伊所生活的环境吼，支持台湾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咱看到即摆少年人较讨厌中国，无因为历史的因端较册日本，这敢是共款的代志？基本上，韩国人坦白讲，迄个朝鲜半岛吼，迄地理位置啊是真歹。伊周围3个国家拢是大国，吼啊，战后美国佮加入来，伊伫世界4大强权的中间吼，啊轮番150年来轮番去互人欺负啦，去互侮辱啦，吼，去互占领啦，是吼，所以伊个是错误的地理啊，啊形成这个悲剧的历史，哦，啊才形成人民足坚强的民族性，恨呐，哦，恨哈，是这个情绪嘛，是哈，所以地理造成历史，啊造成人民恨的这个结果哈，是，所以他们讲，伊这个问题哈，甲周边的国家要安怎平衡来交往哈，他们讲一直是考验这个韩国的每一任的总统，是哈，那么我是感觉讲，他们讲我对尹锡悦的这个印象哈，他们讲无讲真好，伊啥呐？伊本来是地方的检察官嘛。对，啊，去互文在寅政府的法务部甲调来做首都的检察长，啊，检察长遐是办迄个李明博甲朴槿惠这个贪污的代志嘛，到尾文在寅甲升做这个检察总长，啊，伊到尾去年3月，伊就离开这个检察总长，要表示讲要参选啊。哦，基本上伊对文在寅来讲，伊是一个背叛者，是，吼，背叛。提拔伊的人，啊，背叛者，啊，这个安七秀嘛是背叛者，吼，啊，他们讲，这款的人你敢会当相信？吼，所以我是他们讲，不管今仔日报名啊，结果选出来安怎，若讲政权变盘好还是安怎吼，我是讲，迄嘛是韩国选民家己的选择嘛，是，吼，你家己负责啊，是，吼，我基本是感觉讲，就像拄啊，迄个韩国教授吼，专家林讲的讲，若讲。保守政党集权的时候，南北韩的情势会更加紧张，这一定的嘛。是，所以伊即摆做伊啦，要放迄个飞弹嘛，吼。啊，若讲这个保守党当选的是，甲伊5月7号就职，这个中间哦，迄会甲你继续甲你乱。是，所以安尼坦白讲，无法度维持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甲安全嘛。是。嘿，咱讲到这个自由甲保守的问题吼，对这个即马挑战的候选人来讲，伊本底是算讲是自由党的总统提名做检察总长的人，结果伊煞反就是去挑战变做这个保守的阵营。对，这个状况安怎来讲？伊是一个保守，还是较自由开放的人？无法度看，无他们讲韩国3大保守的集团哈，3个团体，一个是财阀，哦，财团嘛，是，哦，迄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啊，上保守。第2个就是司法，是，啊，第3就是媒体，哦，特别是迄个报纸3大报哈，拢是保守，是。所以这3个结合，在主导这边的选举。哦，是。